好，請大家坐定定，預備好自己嘅心，同埋檢查一下自己嘅響鬧裝置有冇已經閂咗去靜音模式。你會有1分鐘嘅時間，請大家喺個位裏面默禱。好興奮！歡迎你嚟到今日嘅聖潔會。今日嘅宣召經文喺詩篇，大家快啲坐低啦。係，好，係啦。今日嘅宣召經文喺詩篇117篇1至2節。請聽本人讀出：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啊，你們都當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好好喎，大家真係好安靜，做得非常好。係啦，今日呢，大家嘅人就返到嚟啦，係一個好明智嘅選擇，亦都係神嘅恩典。唔知你個心呢返到嚟未？讓我哋藉着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呢一首歌呢，去預備好自己嘅心去迎見主。預備。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進到你的跟前，全是你恩典。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奉上感恩的獻祭，在你愛裏沒有恐懼，你寶血已潔淨我的罪，全然投入傾出我的愛，深深愛你，單單愛你。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進到你的跟前，全是你恩典。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奉上感恩的獻祭。我哋一同祈禱。感謝主，你讓我哋有機會可以認識你，接受你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預備嘅救恩。你話冇任何嘅事情能夠讓我哋同你嘅愛阻隔。呢一刻，求你去挪開一切阻攔我哋與你連結嘅心思意念，讓我哋可以全心全意嘅去迎見你，去敬拜你。求主你去親自嘅觸摸我哋每一個內心，亦都開我哋嘅耳朵，可以聽到你嘅教導，得着從你而嚟嘅力量，被你去改變，將整個聖潔會恭敬嘅交喺主你嘅手中，願聖靈帶領我哋獻上蒙你悅納嘅敬拜。感謝主聽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請起立，我哋再唱一次《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今次可以快少少啦。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進到你的跟前，
全是你恩典。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奉上感恩的獻祭，在你愛裏沒有恐懼，你寶血已潔淨我的罪，全然投入傾出我的愛，深深愛你，單單愛你。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進到你的跟前，全是你恩典。清心的人可得見恩主，奉上感恩的獻祭。跟住咧，下一首詩歌係主心恩厚愛。原來咧上次同大家唱呢隻歌已經係4年之前啦，可能大家嘅印象都唔係好深刻啦。咁不如咧，我哋今次唱嘅時候咧，我會每一段唱2至3次嘅。我哋試下唱。預備，我愛恩主，讀你心恩不會變樣。這生裏我已交主手中，從神霧裏我睡醒來，直到我再入睡，我必高唱我主心恩厚愛。我愛恩主，讀你心恩不會變樣。這生裏我已交主手中，從神霧裏我睡醒來，直到我再入睡，我必高唱我主心恩厚愛。愛聽主聲，愛聽主聲。當我走經火裏試驗，於漆黑處陪伴與我最接近，如父親教導指引，亦是我的知己。我居於我主的心恩厚愛，愛聽主聲。當我走經火裏試驗，於漆黑處陪伴與我最接近，如父親教導指引，亦是我的知己。我居於我主的心恩厚愛，終此生。終此生，主始終可靠。終此生，你也完全美好。倘呼吸中一息緊存，我必高唱我主心恩厚愛。終此生，主始終可靠。終此生，你也完全美好。倘呼吸中一息緊存，我必高唱我主心恩厚愛。終此生，主始終可靠。終此生，你也完全美好。倘呼吸中一息緊存，
我必高唱，我主心因厚愛，你愛永必。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來讓我獻上，情奉這一生，把一切交給主。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來讓我獻上，情奉這一生，把一切交給主。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來讓我獻上，情奉這一生，把一切交給主。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好，大家都可能唱咗咁多段呢，都覺得有啲攰啦，可以請大家坐返低先，一陣間會再起身嘅。感謝主，因為佢嘅愛真係時時刻刻咁樣陪伴住我哋。喺我哋仲未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白白將恩典去賜給我哋。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先討好佢，佢先愛我哋。我哋亦都唔能夠靠行為去攞到佢嘅恩典。你最近有冇經歷過主嘅保護同埋恩典呢？係有生命氣息啦，有力量，有智慧，有平安，定係有朋友？佢願意大大嘅去賜福俾你，因為佢愛你，而且大有能力。啱啱坐返低，而家有請大家起身啦。係今次呢，我哋就會由頭到尾唱一次嘅，就唔會每一段唱幾次啦。係好，想大家唱嘅時候，真係去感謝主，去賜俾我哋咁多嘅恩典。預備，我愛恩主，讀你心因不會變樣。這生裏，我已交主手中。從墳墓裏我睡醒來，直到我再入睡，我必高唱，我主心因厚愛，愛聽主聲，伴我走經火裏試驗，於漆黑處陪伴與我最接近，如父親教導指引，亦是我的知己。我居於我主的心因厚愛，縱此生主始終可靠，縱此生你也完全美好，倘呼吸中一息緊存，我必高唱，我主心因厚愛。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來讓我獻上，情奉這一生，把一切交給主。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
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來讓我獻上情奉這一生，把一切交給主。你愛永必緊靠我旁，始終不捨棄我。感謝主，只要你願意去交託佢，就必定經歷到佢嘅美善。喺讀經之前呢，想請大家一齊唱《耶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呢一首詩歌，去打開自己嘅心，接受主嘅教導。讓我哋一齊唱。預備。耶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靈凡信靠他的人，領我道路，教我真理，永生道路求主人。再嚟多次。耶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靈凡信靠他的人，領我道路，教我真理，永生道路求主人。跟住呢，請關太讀經，係啦，請大家仍然站立去敬聽神嘅話語。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今日轉讀嘅經文喺啟示錄第3章14至22節，請聽本人讀出。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門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我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亮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痛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他與我一同坐席。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經文讀畢，願神祝福為。各位關太，好，小朋友可以分班，大人請坐。請永強弟兄正道。好，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我哋又再咧去思想今日呢一個嘅老底嘉教會嘅書信。7封書信裏邊去到最後一封，今次咧我哋第3次去睇呢封書信。咁呢封書信有咩咁特別呢？點解我哋要睇咁耐呢？第一，有人認為呢封書信係講緊我哋呢個年代，所以我哋特別要留意。當然，如果有聽過我哋7封書信講嘅時候呢，其實每一封書信都應該我哋要睇嘅，因為每封書信裏邊最後一句説話係乜嘢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既然有人話呢一封書信係講到最後嘅時代，咁所以我哋特別應該要睇。第二，呢封書信裏邊呢係7封書信裏邊最長嘅一封。咁即係換句話講，神將一啲好重要嘅真理咧係擺落去。咁但係咧，今日我哋着重喺邊度咧？嗱，我哋已經有3個角度，我哋仍然會講不冷不熱。第一個角度我哋講咗，一陣間我都會重複同你溫下書。第二個角度我哋又講咗，今次我哋睇第3個角度。第3個角度咧係我哋今次睇上下文啦。我哋唔去睇地理嘅位置，我哋睇上下文去睇究竟咩叫不冷不熱。不過咧，我哋呢度講嘅時候咧，今日我哋會講人對自己嘅評價。因為老底嘉教會其中咧，去睇自己嘅時候咧，佢夠膽同神講嘅，係有一個對話。個對話佢向神話：我係點嘅？咁即係換句話講，老底嘉教會已經有自己嘅評價。咁究竟人對自己嘅評價係應該建基喺邊度呢？今日個重點就喺呢一度啦。我想同大家睇呢一個人，我哋不停地咧都講過呢個總統。呢個總統好特別嘅。因為呢個係美國嘅總統啦，亦都係最有影響力嘅其中一個人啦。不過佢嘅行事為人呢，係令你講一句説話呢，就係你估唔到嘅。個原因係點解呢？最近嗱，即係呢個禮拜發生嘅咋嚇？呢個禮拜嘅發生裏邊呢，就有個記者去問特朗普總統。咁問特朗普總統之後呢，你就見到網上呢就出現咗一句説話去形容佢啦。呢一個咧英文講就叫 TACO。嗱 TACO 係乜嘢嚟嘅咧？嗱，如果你一打咧，你應該你可以 Google 嘅，就全部人咧就喺度講緊佢，其實係笑佢啊！笑佢乜咧？嗱，用英文講咗先。TACO 係乜嘢咧？就係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嘅意思係乜咧？嗱，因為特朗普咧就最中意咧玩 show hand 嘅，咁所以如果你還記得有一段對話同呢一個澤連斯基講喺個橢圓形嗰個嘅辦公室，佢就喺度同佢講啦。嗰次就鬧得好差嘅，佢就話 ：You have no cards to play， 你冇牌啊，你手上冇牌，其實即係咩意思咧？咁澤連斯基就話：我唔係嚟玩牌。澤連斯基唔明啊，其實即係 show hand。如果你有玩過有冇玩過華士啤啊？我哋叫華士啤，佢哋叫 show hand 噶嘛。華士啤嘅時候嘅意思就係帶你啊，明唔明白？咁所以咧，特朗普最叻嘅咧就係帶人嚇人。咁但係今次點知咧對住中國咧就唔俾你嚇嘅。去到呢個現今呢個階段，中國冇人夠膽嚇佢嘅，所以佢點都要堅持。所以你見到成個貿易戰嘅時候咧，中國冇買你怕，你加我，我加你，你加我，我再加你。所以中國就話，直到幾時啊？直到贏你為止。所以之後特朗普就縮沙。嗱，咁特朗普係一個好實際嘅人，你又聽喎。因為美國裏邊呢一個總統咧，佢唔係亂嚟嘅，因為佢做生意嘅，佢試過你知唔知佢試過破產嘅？佢試過破產，佢亦都試過成功。佢嘅成功係靠 show hand 嘅，即係話做生意嘅時候咧，佢最叻。佢話我最叻談判，其實佢談判就係嚇你，嚇到你自己褪。所以有好多國家就褪啦，但係中國唔褪啊嘛。好啦，嗰個咁嘅記者又係衰，個記者就話。特朗普，你知唔知你而家係乜嘢呢？特朗普最叻係縮沙，因為佢知道呢一個嘅中國裏邊佢輸咗，咁但係佢當然佢就喺度好多言語就話自己呢係贏嘅。呢個人唔衰得，唔輸得，咁所以佢自己點睇自己評價？佢永遠贏㗎，你留意下，佢第二次嘅喺嗰個嘅選舉嘅時候。明係輸咗俾拜登，佢仍然話佢贏嘅。佢呢個人係永遠唔會輸，所以一個人永遠唔會輸咧，你先恐怖。咁佢咧就俾人咁講咧，佢又嚟啦。所以呢個禮拜
就再同中國又要再嚟。如果你睇新聞你就知啦，又再嚟玩過。所以咧佢就話中國違反咗協議，哈佛大學嗰啲中國留學生全部要趕走。嗱又嚟啦，咁你又睇下結果係點，係咪又縮沙？咁你又睇落去就知啦。所以特朗普，我想講呢個例子係乜呢？我如何睇自己係好重要。你係咪好介意人哋點講你？你係咪好介意人點睇？所以特朗普就因為介意人哋話佢，佢又再嚟啦。咁所以原來人對自己評價係好緊要。你睇一睇你自己覺得自己如何？好啦，我想講呢個引言係乜講乜呢？就睇翻老底嘉教會。你睇老底嘉教會一模一樣。老底嘉教會係點嘅呢？我哋講過啦，佢係好有錢嘅教會，非常富有。七教會裏邊最有錢嘅教會老底嘉，佢裏邊呢基本上佢係一個金融，似香港喎金融中心，所有貿易去到呢個老底嘉嘅。佢亦都係賣布嘅地方，亦都係眼藥嘅地方。所以上次我哋講笑啦，同阿李少教講啦，我哋最近啲人呢，嗰啲眼睛呢，就越嚟越視力開始模糊。我都突然嘅真係急罪㗎嚇，即係過咗一個年歲呢，原來你係冇辦法嘅。以前呢，我就發覺我嘅眼即係視力都好好嘅，而家有時睇後面呢，都係模糊不清㗎啦。所以呢個地方又係喎，佢話要買眼藥，即係佢係眼藥中心、醫學中心、金融中心，乜嘢中心都喺呢一度㗎啦。好，重點嚟啦，佢裏邊佢夠嗱，先我哋舉一個例子，點解佢可以夠膽講一樣都不缺呢？因為老底嘉教會係經歷過地震，而個地震嘅裏邊呢，佢可以唔靠任何一個人，佢唔靠羅馬政府，我自己重建，因為佢有錢嘛，佢自己重建。所以佢去到一個階段係乜呢？就係覺得乜嘢都唔使怕，乜嘢都唔使靠，因為我足夠，一樣也不缺。咁嘅情況底下呢，就係佢靈性最貧窮啦。呢段經文成段想講啦，實際上睇嚟最富有，但係實際上七教會裏邊最窮嘅教會就係老底嘉。唔係我講嘅，係神對佢嘅評價。你會睇啦，有兩個評價出啦，一係自己嘅評價。二係神嘅評價，你話點睇到啊？我哋就睇經文啦。第一，我想集中睇上下文裏邊嘅第一部分，就係老底嘉教會點睇自己。好，成個緣起咧係兩個字。嗱，如果你睇翻經文裏邊咧係兩個字。神同佢講説話嘅時候，神話啦，神講嘅，耶穌講，你説，個你係邊個嚟嘅咧？個你係老底嘉教會啊。即係換句話講，老底嘉教會同神講，又或者首先佢要同自己講，因為你同得神講，你首先同咗自己講先。即係換句話講，佢自己由呢度開始緣起，佢自己點睇自己㗎？於是你就睇啦，佢有一句説話，我乜嘢都冇不缺，所以佢話我一樣也不缺，已經發了財。呢句説話唔係人加落去㗎，係佢自己話㗎。聽唔聽到啊？七教會裏邊最夠膽同神去講嘅就係佢，點解？因為佢事實上佢有足夠嘅能力。現今社會點解有人話老底嘉教會就係呢現今嘅社會呢？人去到科技最高峰，因為我哋 AI 啦，再落嘅時候好多 AI 嘅嘢可以做咗人要做嘅嘢，科技最叻嘅時候，錢財富最多嘅時候，就係我哋呢個年代。所以我哋有時向神講嘅時候，就係我哋其實唔需要神啦。所以曾經出現我不需要神嘅，亦都係喺呢個現今嘅年代。上帝死了，都係呢個年代。所以喺呢一個時代裏邊，開始出現咗一種思想，就係我靠自己就得啦。呢個就係佢自己評價。你説從呢度開始嘅。於是我哋就睇下老底嘉教會對自己嘅認識係咪真係咁準確？但佢自己睇乜嘢都冇爭到嘅，乜嘢都冇缺嘅。佢自己已經足夠嘅財富，係唔係呢？睇落去。於是我哋睇一睇一個人通常點睇自己。嗱，即係話老底嘉教會自己嘅評價咁咯喎。我哋點樣睇自己？通常有人嘅分析係從呢度嚟去睇嘅。第一，人睇自己就係你自己嘅擁有，你擁有幾多？你嘅財富、你嘅地位，就係你自己睇自己評價裏邊嘅基礎啦。嗱，一般人嚇。但當然，一陣間我哋就會睇神睇完全唔同。
所以今天對呢段嘅對話呢，去睇一睇我哋嘅自我評價都好嘅。第二，唔係單單睇佢哋擁有幾多，係人對你嗰個嘅誇讚。所以有嗱，特朗普就唔得嘅，特朗普一定要人讚佢嘅，就係呢一樣啦。有你任何只要有一啲嘅反對佢意見，又或者你踩低佢嘅話，一定唔得添。咁所以原來人好着重人點睇我點睇自己嘅。其實第一，我擁有幾多；第二，人對我嘅睇法最好建立在人嘅讚美之上。嗱，最近呢，因為通常我而家喺一個崗位，個崗位裏邊咧就校長啦。校長裏邊咧，一年裏邊通常就有一啲我哋叫做持份者問卷，就係其實香港都好嘅，就係睇下屬嗰啲老師點樣評價你。咁最近嘅時候咧，佢有個數字出嚟啦。我第一年嗱，呢個我係空降嘅校長，第一年去嘅時候，咁我嘅成績表出嚟啦。我嘅成績表嗰啲人就話：哇，校長啊，你嗰個分數好高喎。咁我再睇嗱，佢5分係最高分嚇。咁我喺而家啲下屬面前可以攞到幾多呢？4.4喎。咁呢個就係嗰個持份者問卷，即係換句話講，你同佢關係，你同佢乜嘢？咁我就話好簡單啫。原因因為我堅持一個好嘅重要嘅原則，第一年千祈你唔好喐任何嘢，空降嘅千祈唔好喐任何嘢。我眼見㗎，我喺曾經有一間學校服侍嘅時候，第一年有個校長一去嘅時候呢，改晒所有嘢。點知呢個校長就大件事啦，啲同事就對你反抗啦。最後呢個校長係要被即係佢真係落台啦，佢唔可以做校長，跌翻落嚟。有眼見我嘅部隊，第一年我曾經呢番説話都同隊長講，唔好改咁多嘢，你唔好一下子你唔同人傾嘅時候改咁多嘢，一改晒嘅時候就出現咗咁嘅現象。所以好簡單，你要第一年你去呢，最好之前嗰個做得最差。你去呢，你個分數就好高啦，你個基數低嘛，你一上就好高噶啦。所以最好嘅時候，人對你嘅誇讚，好多時有人評價。嗱，呢個就係第二。第三，有啲人唔睇嘅，好得意。我呢就乜嘢都唔睇，我又唔睇我擁有幾多，我又唔睇人點對我，我自己點睇？好似好好啦，我又唔聽人哋話我，又唔睇人哋讚美我，最好就係最中肯自己啦。自己對自己評價係咪最中肯㗎？有人認頭啦。其實好多盲點㗎，好危險㗎。你以為第三個最好啊？其實未必㗎，三樣都其實有問題。好，於是我哋再睇落去。所以呢度就話啦，有一本書幾好睇嘅。呢本書就係話你如何衡量你嘅人生。個作者呢就從3方面去睇。頭先我哋話通常人對你嘅讚美，人自我嘅睇法就係我嘅評價嘅基礎。但係呢個作者就話呢，通常我哋係有3樣嘢嘅。第一，工作，因為人生裏邊最擺嘅時間最多喺邊度呢？工作，大概佔1/3時間之上。所以如果你工作唔開心呢，有好多人抑鬱係從工作而嚟嘅。所以工作係一個問題。第二，家庭係咪俾到你嘅支持？亦都係從第二個角度去睇，你同你嘅子女同你嘅配偶嘅關係，亦都可以衡量你嘅人生。第三，你嘅原則。OK， 好啦，於是衡工量值，你話人呢個係世界啫，教會屬靈嘅，唔係咁睇嘅，錯。教會有好多時衡量，佢都會衡量嘅，特別好多嘅數字會衡量嘅，譬如call inspection 嘅時候，我哋部隊都有啦。我哋叫做乜嘢啊？軍級，以前叫軍級調查會。阿榮瑞你知啊？你咁犀利，你岌頭。而家嗰個唔係叫軍級調查會嘅，叫做呢一個檢閱。檢閱嘅時候你就睇啦，你個部隊裏邊有好多數字啊，嗰啲數字就出嚟啦，人數啦、月捐啦，係咪？究竟你探訪嗰啲全部啦，你點衡量㗎？全部係數字啊！聽唔聽明我講乜啦？有啲人點睇？喂，呢個人好屬靈呢，就睇啦。嗱，中間我想特別同你講，信主嘅年日，你信幾耐啦？第二，你參加教會幾耐啦？讀過聖經幾多次啦？你侍奉咗有幾多個崗位啦？你有冇留意呢？全部呢都係一啲我哋叫乜嘢啊？數字。
嗱，不離嘅。好多時人衡量一個人嘅靈性，都可能從啲數字去睇。有啲教會甚至你個奉獻有幾多啦？唔知你聽唔聽得明我講乜？有時教會都跌入咗呢個咁嘅問題上邊。咁即係話呢啲數字越大咧，就越屬靈啦。好，所以老底嘉教會嘅問題，我要跳一跳。老底嘉教會嘅問題就係呢一度，佢睇佢自己係用一啲財富佢擁有嘅，佢睇佢自己嘅時候，用啲數字去睇，我一樣嗱呢度睇下，一樣都不缺係數字嚟嘅。咁但係神睇教會或者神睇人係點睇嘅咧？絕對唔係咁嘅衡量。你睇老底嘉教會嗰段對話，你就見到有兩個衡量出咗嚟。第一，老底嘉教會自誇，老底嘉教會自己讚自己，但係神點睇佢呢？就出現咗呢番嘅説話啦。你望一望啦，老底嘉教會話：我係富足嘅，我係發財嘅，我一樣也不缺。但係耶穌睇呢，你係咪真係發財啊？你係咪真係一樣也不缺啊？神就回應咗5句話，睇一睇呢5句話。第一，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嘅。嗱，呢度5方面都好有意思啊，但係我哋今日分享唔到嘅，因為我哋想睇評價嘅啫。今日呢度究竟每一句説話嘅意思喺邊度呢？我哋要下一次，即係第4次去睇老底嘉教會嘅時候，我哋先可以睇到。但係呢度你見到好明顯啦，老底嘉教會自己睇自己，神睇佢，兩個截然不同嘅評價，邊個最準啊？問你啊！人佢自己睇佢自己嘅時候準唔準確啊？點解話神睇佢最準確啊？神睇佢，所以好明顯呢個係一個自我評價嘅錯誤。老底嘉教會出現咗最大嘅問題就係不自覺。嗱，你再睇落去你就見到啦，原來佢出現咗一個不自覺，原因因為老底嘉教會跌入咗人嘅弱點，人最中意比較。佢想睇話，其實佢想話俾神聽，你環顧7教會，佢知道有7間教會，7教會裏邊邊個係財富最多嘅？邊個人數最多嘅？邊個係可以靠自己就得嘅？就係老底嘉。所以當我哋比較人喺評價自己嘅時候，好多時跌入咗個圈套，就係你自己評價，你自己嘅比較。但係神截然話翻俾你聽，完全不同。咁即係咩意思呢？上下文要我哋進入到最重要嘅核心啦。究竟神睇今次我哋睇咩叫不冷不熱係乜嘢意思？原來你睇嗱，我哋話上下文，所以今日着重點喺個文字上面。啟示錄3章17節，不如我哋讀一次出嚟。你讀一次出嚟嘅時候，你就發現到有啲問題啦。好，預備1、2、3。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瞎眼、貧窮、赤身的。嗱，有兩段嘅對話。第一段係邊個講㗎？老底嘉。第二段係邊個講㗎？係神。好啦，最大嘅問題，咁你話最多神你對我講，咁於是我咪聽咯。但係神而家想責備佢乜呢？神責備佢最重要唔係後面。嗱，有啲人呢，重點就喺後面，不過我哋下次會講噶啦，即係你係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呢個係你嘅評價。但係其實成段對話最核心嘅係乜呢？就係你不知道，你以為係咁，但係原來你最慘嘅情況係乜嘢呢？你自己不知道，你以為自己好好，嗱，呢個就最慘嘅地方。人以為自己最叻，人以為自己最好。但係神話你最大嘅缺點係乜呢？就係你自己唔知道你自己缺點，你自己卻不知道，咁即係根本佢冇醒悟過嚟。哦，咁再落呢，佢出現咗不知不覺。嗱，呢個係靈性裏邊最大嘅問題。孫中山先生曾經劃分3種人，第一種人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咁呢種人，你知唔知佢點樣形容呢？就係先知先覺。咁孫中山先生就話啦，世界上呢啲先知先覺嘅人唔多嘅，即係話你未發生之前，你就知道會點嘅。嗱，呢叫先知先覺。咁呢啲人呢，通常就係領袖嚟嘅。
明唔明白？佢可以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未發生我就話俾你聽會咁發生，就先知先覺。好啦，第二種人係乜呢？好啦，既然有先知嘅先覺嘅，第二種人就係點啊？後知後覺。後知後覺係乜嘢呢？我冇你咁快，不過最後我都會知嘅。咁但係孫中山先生就話啦，後知後覺都唔係最慘，最慘係邊啲人呢？就係呢種啦。第三，不知不覺發生埋啦，完成啦，你自己都唔知啊。所以老底嘉教會就係呢一種人，就係呢個問題，不知不覺。所以如果你睇成個嘅文字咧，你就知啊，點解神要吐佢出去啦？即係話點解神責備得咁緊要嘅咧？你話最多我係貧窮可憐瞎眼赤身冇問題啊！我知道自己赤身嘅，我咪着翻件衫咯。我知道我眼有問題嘅時候，我咪擦翻啲眼藥咯。但係點解神你咁樣鬧到我咁緊要咧？神點解你要吐我呢間教會出去咧？兩間教會責備7間教會差唔多，我哋睇晒啦。你已經知啦，兩間教會係責備得最緊要嘅，就係邊兩間啊？就係其中呢一間啦。第二間係乜嘢啊？撒狄咯，撒狄係死嘅教會，但係呢間教會咧出現到係吐佢出去嘅教會，即係神厭煩啊！嗱，撒狄係死嘅，但係撒狄仲有幾名嘛？係咪？神仍然堅固呢間教會啊嘛。但係去到呢間教會慘啦，神係厭煩呢間教會。如果唔係，你唔會吐佢出去㗎。你要吐佢出去嘅意思，即係話我好憎你，好厭煩你。咁究竟佢衰乜呢？就係第三次我哋要講呢一段啦。呢一段呢，成個嘅核心我哋一定熟嘅，叫不冷不熱，係嘛？嗱，我哋溫書啦嚇，老師中意溫書，因為如果咁樣嘅時候呢，你先會記得究竟之前我哋睇不冷不熱係點睇嘅。第一種解釋係用溫度去講，係我哋從溫度去睇不冷不熱係咩意思呢？我哋曾經講過，我哋對人嚟講呢，基本上熱嘅水係好嘅，凍嘅水似乎唔好嘅。我哋點都中意溫噶嘛，但係神好得意喎，唔中意溫，寧願凍，寧願熱。咁第一種嘅解釋係乜呢？就係溫度。溫度嘅意思係乜呢？係火熱，即係話呢間教會冇火熱。佢只能夠維持，佢只能夠以為自己咧而家安於現狀，而家幾好啊，啱唔啱？所以你又睇到喺教會歷史，點解老底嘉教會又話係我哋呢個年代咧？似乎係啊，我哋嗰種火熱唔同咗以前啱啱卜威廉，我哋成日講嘅我哋嘅創辦人，我哋又唔似當時嘅慕迪，哇！啲人一出去嘅時候，所有嘅佈道會喺街裏邊，啲人就嚟聽㗎啦。但係而家你試下咁，好難啦。似乎又好似係個火熱嘅心開始冷淡啦。嗱，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記唔記得？所以神點解吐出去，就係因為你嘅溫度問題。好，第二個角度唔係啦，我哋又試下睇個地理位置，有啲解經家從個地理位置去講。地理位置係乜呢？點解你不冷不熱係神所厭棄嘅呢？就因為老底嘉教會啱啱喺兩個大城嘅中間。咁兩個大城喺邊度呢？就係可唔可以褪翻上一張？就係希拉波立同埋哥羅塞，我哋熟嘅。希拉波立係溫泉區，溫泉就係熱水，所以點解熱水係有用呢？溫泉治病有作用。去到哥羅西嘅時候，佢係凍水。點解凍水有用呢？清涼解渴。但係點知你啲水去到呢個老底嘉嘅時候，就啱啱好，又唔冷又唔熱，冇作用。咁即係話第二種解釋，從個地理位置去睇，又好似解經家又好啱喎。原來點解老底嘉教會咁大問題？冇作用嘅教會，即係喺神嘅面前，佢扮演唔到教會應有嘅角色。所以第二種嘅解釋，第三種嗱聽咗咯，第一火熱，第二係嗰個嘅我哋所謂嘅功能。從功能去睇，老底嘉教會欠缺咗個功能。今次我哋睇啦，第三個嘅解釋。第三個解釋係唐崇榮牧師嘅解釋，佢就話啦：點解不冷不熱係神所厭棄呢？上下文去睇嗱，今次係從上下文嘅。呢間教會最大嘅問題乜呢？呢間教會嘅問題係
冇醒覺，即係話你對神講我是點點點點點，神對你講唔係啊，你係咁噶。但係問題係呢間教會原來唔知神呢種嘅睇法，佢仲以為自己好好啊。嗱，先係最大問題啊！當教會以為自己好，自己最有用嘅時候，但係神原來睇嘅係相反，呢一種嘅不知不覺係最大嘅問題。上下文嘅我哋出嚟啦，即係話點解不冷不熱係神所厭棄呢？就係原來佢冇醒覺，佢唔知自己嘅問題啊！怪不知得撒狄如果知道自己問題，佢雖然死，還有幾名，嗰幾名知道嘅，神興起呢幾名，所以撒狄仍然有出路。但係呢間教會當佢自己咁睇嘅時候，神話你根本都唔需要我。又係喎，呢個年代頭先我哋講過，有人開始話我唔需要神啦。呢個神已經離開咗我哋啦，神已死都係呢個年代開始講嘅。於是如果係咁嘅話，呢種嘅教會，呢種嘅光景係最慘嘅光景，因為你唔醒覺。如果我哋咁講，我哋唔將教會咁睇，我哋睇翻縮細，睇翻我哋人嘅生命，基督徒嘅生命，神最厭棄嗰班基督徒係乜呢？就係你以為你自己好好。但係原來你唔知自己嘅問題，我哋要醒覺自己。或者我用另一個角度嘅字眼去講，即係驕傲。當人驕傲嘅時候，我覺得自己乜都得，我自己覺得自己最好嘅時候，唔謙卑靠神就係呢個問題。咁我哋又睇下呢個年代教會其中一啲，嗱，呢個我哋唔係講異端啊，我哋講有一啲嘅教會嘅。其中真係咁睇。嗱，我唔知你有冇最近喺網上邊睇到呢段，其實即係信徒與信徒裏邊呢一個好大嘅關注。我最近呢一上 Facebook 一上 IG 呢就睇到呢啲啦。其中一個叫康希牧師，有冇人識康希牧師啊？有冇人聽過佢講道啊？康希曾經好出名嘅。康希牧師喺邊度呢？係新加坡。新加坡裏邊佢嘅教會叫做 City Harvest Church。叫城市豐收教會，佢呢間教會我跳咗落去先，咁你會好明白啲。係全球最大教會之一，10大嘅。嗱，我哋救世軍係一個宗派，但係呢個宗派裏邊，我哋嘅人數、我哋嘅財富，點解叫分10大呢？就係佢自己一間堂會就已經係等於差唔多一個宗派。佢嘅人數非常之多。佢最初嘅時候呢。康希最叻嘅時候，佢因為25歲出道，佢出道嘅時候呢，佢只係帶20個人啫。但係慢慢佢根據佢講法，神好祝福佢哋，由20個人去到24,000，最高峰去到5萬人，即係話同時崇拜呢個唔係會友咁簡單啊，係崇拜裏邊5萬人。我哋啟德可以坐幾多人啊？最近我哋咪有個啟德體育館嘅，阿少教去過睇啟德啦，有冇去過啟德主場館啊？冇入到去。個主場館坐幾多人啊？接近5萬，未到5萬嘅，不過已經最大啦嚇。但係即係話呢間教會佢崇拜佢裏邊5萬人嘅聚會 ，Mega Church。嗱，呢就係佢嘅教會啦，好出名。但係點知呢間教會出名到一個情況就係，通常咧呢個叫 Mega Church。呢 Mega Church 咧就會講求人數增長，哇！我哋點樣帶領更多人？第二，奉獻數字，究竟啲人點樣奉獻？所以最近咧，如果你有睇其中網上都有個熱播嘅，就係有一間教會唔開名啦，就係話你唔交1/10月捐咧，佢哋叫奉獻啦嚇，咁咧就要除名喎，有冇聽過啊？真係除你名喎！即係話，如果你唔交1/10，因為聖經嘅教導啊嘛，1/10嗱，佢嗰間教會好大㗎，佢唔自在你嘅，所以如果你唔交1/10咧，就除你嘅名 ，OK？ 咁冇間教會係咁犀利，而家其中一間喺元朗嘅，咁你自己睇一睇元朗最大嗰間係邊一間啦。好啦，第三，華麗嘅建築，呢啲教會咧要好靚嘅大禮拜堂，因為佢覺得呢越大嘅禮拜堂越多人氣嘅時候咧，就會招聚更多人，所以越強越強。越弱越弱，所以神嘅教會一定要競爭嘅。
競爭嘅裏邊，你會成功嘅。神因為會祝福呢一班人，神要帶領教會行嘅係成功嘅路。咁所以呢，呢一種嘅思想係乜呢？喺呢一個21世紀出現嘅就叫成功神學啦，或者豐富神學啦。所以呢啲教會呢，又係神似乎好祝福、好鼎盛，全部最大嘅呢咁嘅教會呢，都係行呢一條路㗎。呢條路就係覺得越人多嘅時候，越奉獻多嘅時候，越大嘅禮拜堂嘅時候，神係最祝福嘅時候，似老底嘉。老底嘉教會話：我一樣也不缺，我係豐富嘅，我係發咗財嘅。嗱，呢種嘅思想出嚟啦，明唔明白？咁到頭來點呢？呢啲咁嘅教會就出問題啦。嗱，唔係我講㗎，康熙自己講。康熙點解話最近有個好熱切嘅討論呢？台灣又有一間嘅教會，越嚟越興盛嘅呢間教會。呢一間咧叫 Hope， 你成日打你就見㗎啦，台灣嘅。咁呢個 Hope 嗰個嘅創辦人呢，或者嗰個嘅牧師呢，係從呢一個加拿大翻嚟嘅，就係呢一個。通常佢哋好又係嘅，嗰啲傳道人又係靚仔嚟嘅。康熙以前呢，如果你睇翻啲相呢，25歲嘅時候又好靚仔嘅，好多人瘋魔嘅。咁而家呢個都係好好樣嘅。咁於是呢，喺嗰個嘅情況底下呢，對 Hope 呢最近係5月中嘅啫，就邀請呢個康熙去到呢一個佢有個 conference， 即係好似我哋嘅軍區大會咁啦，去到佢個會場裏邊呢分享對談。哇！點知呢就出現咗好大嘅問題。有人話康熙你冇悔改，仍然用翻你自己經歷。咁究竟咩事咧？康熙，咁我哋睇睇啦。康熙自己講啊，佢話我贏咗復興。佢自己一個我都有睇到嗰個 YouTube 嘅。其實基督徒睇下呢個 YouTube 係幾好嘅。嗰個 YouTube 裏邊，康熙自己話翻，因為佢最後坐監，或者我跳到下一章你睇下點解佢坐監？因為佢喺2014年嘅時候，最大最鼎盛嘅時候，頭先講啦，佢去到嗱，康熙喺嗰個對話裏邊，最近嘅5月佢都講翻出嚟，係去到9大嘅教會，佢去到排第9啦嘅時候，佢開始迷失，佢自己話㗎，迷失啦。佢迷失嘅裏邊，佢犯錯。佢犯咩錯呢？通常史托德牧師講嘅牧者3大機會錯嘅。第一係乜嘢呢？金錢。第二權力。第三係性，即係美色。即係好多時係因為最鼎盛嗰啲男啦，冇講到係女嘅傳道啦。3樣通常衰喺呢度嘅。點知康熙就喺呢一度啦。康熙佢本來佢最鼎盛嘅時候，點知揭發出嚟，佢挪用咗幾多錢？係全新加坡到今天裏邊都係最驚動嘅新聞，就係挪用咗港紙1億3千萬。佢挪用擺喺邊度呢？因為佢有個太太㗎，佢太太呢都係做福音工作，佢哋話嘅。佢會出呢一個嘅 CD 嘅，出呢一啲即係音樂嘅。於是佢挪用，康熙自我辯論就係話，其實我用呢啲錢呢都係幫福音工作嘅，因為我俾我太太出唱片，嗰啲唱片呢都係唱福音詩歌，冇問題。咁所以當時佢嘅辯論係咁嘅。咁康熙最後呢被判入監8年，但係上訴判咗3年，下降咗。於是佢出咗嚟啦，出咗獄，於是就發現到有最近嘅討論。個討論係乜呢？雖然康熙自己話，嗱佢嘅內容都係嘅，佢自己話我迷失，但係神俾我寬恕，嗱好特別嚇，佢強調我寬恕啦。有人就話你寬恕乜啊？首先你自己有冇錯啊？你有冇承認自己錯啊？你有冇講到成功神學出咗問題啊？有冇講到成功神學我哋追求成功嘅時候，反而冇謙卑喺神面前啊？我哋基督教嘅信息永遠有個我哋睇唔到十字架，永遠有個十字架。個十字架點解啊？提醒我哋原來基督都係經過羞辱。好多人以為基督係失敗，但係透過佢嘅失敗，於是佢能夠升高。所以所有嘅基督教嘅信息係乜呢？一定係受苦，一定係經過困難，然後神先會帶領你㗎。唔係一帆風順嘅。如果你強調嘅係成功嘅，而家嘅嗱，唔係單單康熙嘅。我舉第二個例子，我哋嘅信徒咧都有睇嘅。
逢星期日啱啱播完嘅應該明珠台。明珠台播係乜嘢啊？權能時間有冇睇啊？沙伯好中意睇㗎，可能沙伯喺網上睇啊，不過今日好似網上播唔到係咪？佢睇呢一個嘅權能時間。權能時間而家已經唔係以前嘅權能時間啦。記唔記得權能時間最初嘅時候有個老人家㗎嘛？記唔記得啊？舒伯特嘛，而家係佢個孫嚟㗎啦，唔係佢個仔㗎啦，已經係佢孫嚟㗎啦。個禮拜堂唔同咗，你實再抄翻個禮拜堂以前佢最出名嘅叫水晶大教堂 （Crystal Church）， 又係好靚㗎。水晶大教堂，如果你查翻嘅時候，到今天仍然最靚嘅其中教會建築物之一，因為佢裏邊係成個咧係玻璃嘅大禮拜堂。舒伯特着重係乜嘢呢？可能，凡事都可能，所以千祈唔好去睇不可能，因為神係可能嘅神，神喺眼中裏邊冇一個難處，又係聖經講㗎嘛。喺神裏邊豈有難成嘅事啊？所以靠住呢種嘅信念，佢覺得凡有困難嘅都唔啱嘅，因為神係一定賜福嘅，神俾我哋永遠有個可能性。所以舒伯特教會越嚟越大，但係又出問題啦。點解而家嘅權能時間冇咗個水晶大禮拜堂呢？知唔知啊？冇咗噶啦！而家你去到睇權能時間嘅時候，嗰個禮拜堂已經唔同咗啦。水晶大禮拜堂去咗邊啊？因為又去到一個位，又係失敗，所以成功神學有一啲嘅人開始睇啊，唔得啦。另一個 Benny Hinn 又係出嚟講啦，唔得啦。去到最頂峰嘅時候，神就要佢衰落，就係老底嘉教會一樣。講翻水晶大禮拜堂個結局係乜呢？破產。佢破咗產之後，佢要賣俾邊個呢？天主教會。所以而家嘅水晶大禮拜堂去咗邊啊？天主教會冇咗啦。所以不過幸好，舒伯特已經離開咗世界。如果唔係，佢點面對佢嘅一生裏邊嘅教導？佢一生教導話冇可能嘅，因為永遠都有可能，豈有難成嘅事？嗱，呢個就係啦。睇翻我想講乜呢？康熙自己話：我贏晒復興，但係我輸咗乜呢？靈魂。但係有人都唔夠。嗱，我唔評論呢，究竟康熙而家有冇悔改？但係有人就評論話：你咁樣講咩叫失去靈魂啊？你個失去靈魂點解唔夠膽講話我悔改啊？嗱，有人仍然堅持㗎嚇，有人堅持佢要起出嚟呢係要悔改嘅。有啲人就話唔係啦，佢其實已經悔改咗㗎啦。但我想個重點係乜呢？今日翻去老底嘉教會，呢個係琴日我喺 Facebook 又再睇到啦。原來成功神學我哋講求嘅，你睇一睇。今時今日堂會越大，越有規模，越建制，就越令人厭惡。當一個人嘅經歷一樣，我哋要催谷。嗱，而家呢個年代啊，如果你做 KOL， 你最重要係乜嘢啊？就係你個 follower 有幾多數字，你嘅人氣有幾多，你嗰個嘅所有嘅嘢已經冇咗嗰個你贏到人嘅歡呼。但係其實神睇嘅並不是如此。第三，我哋又再講啦。老底嘉教會，神責備咗佢。如果我哋今日從上下文睇嘅時候，老底嘉教會最失敗嘅地方就係不知不覺。神想佢醒覺，所以巴不得你或冷或熱嗰句係乜呢？我想你自己知道你嘅問題。咁點解知道自己問題重要呢？就因為當人知道自己問題，你就可以點啊？悔改。基督教嘅道理就係咁。十字架最大嘅嗰個嘅道理喺邊度呢？就係凡我哋犯罪嘅，能夠謙卑在主面前，神一定有出路。但係往往只要你仍然話俾人聽，我冇啊，我冇問題啊，我仍然係發咗財，我一樣也不缺嘅時候，你係冇可能悔改。所以老底嘉教會出嘅最大問題，七教會裏邊最大問題呢間，睇嚟最好，睇嚟係最大，睇嚟係最豐盛，神就話俾佢聽你係貧窮。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呢一度，點知原來呢間教會冇咗基督，
你話邊個講㗎？聖經講㗎。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基督去咗邊呢？點解教會應該基督喺教會入邊嘅？但係點解基督而家喺門外呢？所以呢個嘅光景最特別嘅係想反映呢一個出嚟。原來因為你越成功，你自己不自覺嘅底下，你以為唔需要再靠基督嘅時候，基督就不在教會啦。因為你靠自己就得啦。所以我站在門外叩門。而家嘅光景就係咁啦。所以當我哋發現，當你越驕傲嘅時候，你越覺得不需要基督嘅時候，就係最失敗、最靈性、最貧窮嘅時候。睇嚟最富有、靈性最貧窮嘅就係老底嘉教會，因為佢乜嘢都有。係神話你真係乜嘢都有，但係你而家爭咗一樣嘢，你知唔知就係爭咗乜嘢啊？最窮嘅係士每拿教會，佢乜嘢都冇，但係佢唯有一樣嘢就係基督。但係老底嘉教會，你乜嘢都有，你就唯有一樣嘢冇，就係基督。所以成個教會最大嘅問題就喺呢一度。士每拿係得到神嘅稱讚，你越係受苦嘅，神就越祝福；你越係豐富嘅，神就要話俾你聽，今日你冇出路啦。我巴不得你挖冷挖熱，否則我要喺你嘅可口裏邊吐出去。所以謙卑、驕傲與謙卑，呢個就係老底嘉教會嘅問題。最後呢，我想講一個英文字，呢個英文字幾好嘅。基督徒嘅英文叫乜嘢啊 ？Christian， 如果大家識嘅嚇，串法係 Christian， 個字幾好啊，拆下字嚇，因為外國人嘅牧師最中意拆字。拆下個字嘅時候，如果 Christian 冇咗 Christ， 冇咗基督，係點嘅咧？好，我哋睇下你嘅英文字咯喎。Christian Christ 係基督。冇咗之後得翻乜嘢英文字母啊 ？IAN 係咩意思啊 ？I am nothing。所以我係乜都唔係啊。所以凡係基督徒冇咗基督，根本就係 I am nothing。呢個説話就係啱啱同呢一個老底嘉教會講。當我哋去到呢一度嘅時候，我想大家靜默，睇下我哋有冇一首歌去播佢出嚟。如果冇咧，我哋司琴彈翻就係基督人最後嗰首道路真理生命。呢句説話喺邊度嚟嘅咧？約翰福音第14章第6節。呢句説話係點講嘅咧？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靜默嘅時候，睇一睇我哋嘅光景。你係咪可以同神講：我乜嘢都不缺？你而家靈性光景係如何？神想透過呢段經文，去對佢嘅子女、佢嗰個兒女講：凡你自知你仍然需要我嘅時候，當你打開門，我會進入你嘅內心。唔係報道嘅呢段經文。係對佢嘅兒女講嘅，係對佢教會講嘅。今日有人話，當你傳福音嘅時候，神敲你心門，可能係，但其實神係敲緊我哋每個信徒嗰道門。你嘅光景需唔需要啊？教會如何？基督係咪喺教會入邊？為到你自己禱告，為到教會禱告。神永遠一條出路。當我自知嘅時候，我謙卑，唔係行豐盛，唔係喺神面前夠膽話我一樣也不缺，反而我係需要基督，因為沒有基督，我不能到父那裏去。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你仍然可以喺個位置裏邊安靜去禱告。背得呢一首歌嘅，同我一齊去唱呢一首詩歌。是道路真理生命，因領凡屬他的人，領我道路，教我真理，永
永生道路靠主恩，你仍然可以安靜，同耶穌講，繼續司琴。我哋需要基督，唯有佢係嗰條出路，因為不藉着他，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教會嘅能力不在乎佢嘅財富，教會嘅能力不在乎人數，教會嘅能力係在乎基督。耶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引領凡信靠他的人，領我道路，教我真理，永生道路靠主。最後一次，然後將時間交俾隊長。耶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永生道路靠主恩。多謝永強帶俾我哋神嘅説話，又來到一啲報告嘅時間。咁咧為到部隊多位患病嘅弟兄姊妹祈禱啦。咁我哋都見到部隊裏邊咧都有啲弟兄姊妹今日唔能夠出席，咁咧都為到佢哋祈禱啦。咁如果你知道佢哋患咗啲係邊個同埋患咗咩病咧，你特別可以喺裏邊，因為我都唔公開去咁講啦。但係咧，我哋見到其實有幾位弟兄姊妹咧唔喺我哋嘅當中啦。咁佢哋今日咧都真係要在家中崇拜啦。咁咧都求主保守佢哋嘅心懷意念啦。喺病嘅時間咧，都能夠憑着信咧知道咧神會醫治佢，亦都會帶領佢哋嘅。咁咧亦都為到我哋啦，其實而家嚟緊我哋啱啱暑期聖經班咧就開咗發咗通告啦，學校咁咧就嚟緊喺7月14到18號啦，我哋有暑期聖經班啦。咁而且咧跟住嘅禮拜日1、2咧就6年班嘅生活營啦。咁咧所以咧我哋喺7月嘅裏邊咧就會有暑期活動俾小朋友嘅。咁同埋咧，我哋今個禮拜咧係第2個青年預備班嘅第2課啦。咁咧都繼續為預備班嘅小朋友啦。其實佢哋都真係好忙啊！有啲咧上個禮拜咧就去咗表演啦，今個禮拜咧有啲又去咗跳舞嘅攞獎啊，所以佢哋又唔能夠出席啦。咁每次都有1、2個，我哋有12位嘅青年兵預備班係12位學生係報咗名嘅。咁咧都求神保守佢哋，即係都能夠全年出席啦。咁唔能夠出席嗰啲，我都要同佢哋補習下啦、溫下習啦，等佢哋知道咧，即係裏邊係課程嘅內容啦。咁呢啲嘅小朋友咧，都希望日後咧成為我哋青年兵啦，同埋咧返到教會裏邊成為我哋嘅下一個梯隊嘅希望嚇。咁都希望我哋都為佢哋祈禱啦。同埋咧，今日咧係我哋好特別嘅一個主日嚇，係黑紀嘅主日。咁咧黑紀唔知大家知唔知嚇？黑紀咧係救世軍咧已經好耐歷史嘅一個活動啦，係大象保遺念咧希望將我哋一啲嘅生活上能夠去刻苦己身，將儲翻嚟嘅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咁咧，尤其是咧如果你上救世軍嘅網頁大將卡魯頓咧，就即係佢開始就係話有啲我哋生命上有啲多餘嘅，譬如咖啡啊、甜品啊、各類嗰啲，即係可能1蚊幾蚊啊，嗰啲娛樂費啊，我哋都可以咧，其實慳埋，甚至乎咧可能有時一啲駁腳車唔搭，我哋可能去行路啊，呢啲咁嘅小嘅事2蚊3蚊慳埋咧，都能夠咧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嘅。
咁當然我哋可以更大嘅犧牲，可能食少一餐兩半餐嚟到去更多嘅或者好刻意嘅去儲蓄起嚟到去幫助有需要嘅人。我哋今年克己運動嘅目標呢係100萬，希望籌到100萬呢，幫助內地窮困嘅人同埋救世軍喺內地嘅事工嘅。咁呢我哋請司事人預備，我哋有奉獻嘅時間。咁今日如果你係有特定想做克己奉獻嘅，你可以攞翻一個信封喺上面註明係克己。咁我哋呢就將克己嘅奉獻呢就會個入救世軍嘅克己戶口㗎啦。咁如果今日未能夠預備好嘅話，都可以隨時用個奉獻箱都得嘅，係啦。唔該晒，我哋一齊為獻金低頭祈禱。主耶穌，感謝你俾我哋生活上能夠有富足，我哋咧能夠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將呢一啲嘅錢去儲蓄起嚟到去用喺你嘅聖工嘅上面。特別能夠係去扶貧，主要因為你拯救我哋，係亦都希望我哋能夠將你嘅福音傳開去之餘，亦都去你俾我哋有一個任務，就係去照顧貧窮嘅，照顧寡婦，照顧社會上生活上面有需要嘅人，讓佢哋睇得見主啊，你仍然都係愛佢哋係能夠去同樣嘅接觸福音，同樣嘅得救，有着你天國嘅福分。主願你親自嘅嚟到教導我哋點樣咧去識得與人分享，將我哋所有嘅主啊，我哋能夠成為一個好嘅管家，能夠係真係用喺我哋生活上唔同嘅地方嘅上面嘅時候，我哋能夠去識得憐憫，識得去幫助人。主願你親自繼續教導我哋，感謝主俾我哋有能力，我哋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好，唔該，司事人員。好，咁下週嘅侍奉人員係咁就有主席係陳怡立少教啦，咁講道係本人啦。跟住領恩就負責司琴，唔好意思，我今日冇戴眼鏡。咁譚太就讀經，咁迪迪就係幫手影音，獻花嘅有文傑，思敏係插花，咁偉心係招待，同埋永圖都係招待。咁主日學就敏儀同少年團契係文傑嘅。咁請侍奉人員嘅留意，我哋一齊起立，同心接受祝福。願愛我哋嘅主耶穌，叫我哋時刻思想你俾我哋嘅救恩。願聖靈時刻嘅亦都幫助我哋，讓聖靈去充滿我哋嘅生命，充滿我哋嘅內心，讓我哋隨時準備將福音嚟到傳開去。又讓父能夠俾我哋有能力，在我哋嘅社區，在我哋嘅唔同生活嘅環境裏邊作鹽作光，讓你嘅榮耀讓你嘅名得享榮耀直到永遠。好清楚。我哋可以分別默禱之後，可以分小組互相分享代禱。